入现场，下车查看。知道了。谢谢，你先下去查看。好。滨乐路深港乡滨乐路这件交通事故，那初步的了解是回转车跟自行车发生碰撞。那至于真正肇事原因，那我们还要调阅周边的相关监视器。那回转车辆跟乘客一人2人受伤，目前送往这个彰滨秀传。那因为头部有轻微擦撞到，还有多处擦伤，目前还在医院做治疗观察，并没有生命的危险。那3个人的酒精反应怎么样？那3个人呢，目前经过我们酒测是没有酒精的反应。有没有飙车竞速的情况？并没有初步调查并没有道路竞速的情形。